基督偷放了咱，叫咱得以自由，所以爱徛伫得稳，毋通阁被奴仆的担夹制。我保罗讲互恁，若是有割礼，基督就甲恁无益了。我阁指着凡受割礼的人，确实地讲，伊是欠着行全律法的罪。恁这要靠律法称义的，是甲基督隔绝，对恩典中坠落了。咱靠着圣灵，凭着信心，等候所仰望的义。原来伫基督耶稣内受割礼，无受割礼，全无功效，唯独互人生发仁爱的信心，才有功效。恁向来走得好，有啥阻挡恁，叫恁无顺从真理呢？安尼囥倒，毋是出伫迄吊恁的，一点仔面甲会互全团拢发起来。我伫主内真信恁必无怀别样的心，但交了恁的，无论是啥，必担当伊的罪名。兄弟啊，我若有缘传割礼，为什么阁受逼迫呢？若是安尼，迄个十字架讨厌的所在就无了。恨不得迄个交了恁的人，甲家己隔绝了。兄弟啊，恁蒙召是要得自由，只是不可将恁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，总爱用爱心互相服侍。因为全律法拢包伫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。恁爱谨慎，若小加小吞，只惊要彼此消灭了。我讲，你当顺着圣灵而行，就无放纵肉体的情欲了。因为情欲甲圣灵相争，圣灵甲情欲相争，这两个是彼此相敌的，互恁袂当做所愿意做的。但恁若被圣灵引带，就无伫律法以下。情欲的事，拢是显而易见的，就如奸淫、污秽、邪动、拜偶像、邪术、仇恨、竞争、嫉恨、恼怒、激动、纷争、异端、嫉妒、醉酒、荒宴等类。我从前讲互恁，现在阁讲互恁，惊安尼事的人必袂当承受上帝国。圣灵所结的果子，就是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、温慈、良善、信实、温柔、节制。安尼事无有律法禁止。凡属基督耶稣的人，是已经甲肉体连肉体的色情私欲当定伫十字架顶了。咱若是靠着圣灵得胜，就当靠圣灵行事。毋通贪图虚名，彼此惹气，互相嫉妒。